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活的就要迄暑假咯，各大业者咱就推出着振兴的方案，像这个高铁，就来推出着台北高雄来回加上指定单暝，每一个人只要2580块，这个比这个台北高雄来回高铁票便宜400块。另外，阁有这个旅行社推出着带5星级的饭店，一暝只要66块。今年国民旅游大爆发，透过这个无共组合的方案，要让大家过来体验美好的台湾。台东落叶高台，光雕一气球慢慢啊升空，这美好画面，互人看到目睭都无腻。迎接6月暑假旺季，虽然今年袂当出国佚佗，但是嘛袂去影响到国民旅游的热度。台湾高铁推出振兴方案，平常时2个人台北出发，到高雄地区的饭店，专案价每一个人上价是2580，比一人来回高铁票还阁俗400，而且阁送每一人1000块抵用券1张。1000元的折价券，让你在下一次购买专案的时候做抵用。今年国旅市场大爆发，各大旅行社嘛推出专案，做出市场区价，采购体验券，鼓励亲自行出户外体验农事。高级3天2暝行程，有专属司机甲领队，6大景点一日游只要520，过来5星饭店，每人单暝上价66块，限时抢买。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促销活动，能够相对的呢替代到其他台湾各地各区域的一个国旅旅游。国内疫情渐渐平和，交通部7月开始要启动安心旅游、国民旅游补贴，而且进前各家业者早就准备好势，提前规划，响应防疫新生活，嘛为国内经济注入活水。